那我们今天赶快来看，天恩要跟全球观众朋友呢分享了一道我自己到日本我自己很爱吃啊，就是这个下巴。那自己回来我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我真的搞不清楚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鱼头的下巴做起来会比较好吃。那我们请天恩边做边跟观众朋友分享。大家好，就是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日本的丝鱼。那丝鱼的部分就是台湾话，我们的台湾的鱼的名称叫做青干鱼。哦，青干鱼。对，那在日本它的汉字翻译就是丝鱼。对，那在选择这个鱼头的时候，比如说像鲑鱼头啊，或者我们很多的鱼头，只要大的鱼头都行吗？还是不行？我们通常都会选用油脂丰富的。油脂要丰富。对，第一个油脂丰富。那第二个就是建议是以海鱼为主，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肉要够厚。所以要野生捕获的鱼就对了，是这个意思吗？对，最好不要用饲养的鱼。对，会以这个为优先。OK。那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就是青干鱼的下巴是，然后还有我们的豆腐，然后还有我们的牛蒡。这个牛蒡怎么这么小啊？牛蒡已经有先稍微切过了。然后有稍微煮一点味道了。哇！然后还有准备的是这个是脆梅。然后我们把姜切得像头发一样。我正要说，观众朋友看清楚那个姜了吗？那个姜丝可不像我们一般，因为日式料理它真的要求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但是什么东西都要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这个仔细到啊，所以刚刚老师强调啊，今天的姜丝要像头发一样细。好，然后我们今天有刻2种的红萝卜。对，那待会就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在摆盘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料理的价值更提升。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香菇，我们一样刻成也要刻成花哈，对，那个很像，有一点像那个枫叶，也有一点像那个富士山哦，被那个雪覆盖的时候那个长相哦。然后再来这是什么？再来是不会是葱吧？对，这是我们的葱，我们一样把它切得细细的。对，一个是葱绿的部分，然后一个是葱白的部分。然后再来这道菜里面的灵魂就是姜，就是姜。那边已经有姜丝，这边还要姜。姜丝的部分是等一下是要做摆盘的，最后的摆盘的。那这个是待会要跟下巴一起去做炖煮的时候放在里面。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除了前面的这些工序呢，老师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相信呢，今天这一道叫做蛮荒煮。对，蛮荒煮到底它里面有什么特色？就是说它是哪些是必备的？比如说我在这里面看到蛮荒煮里面一定要有牛蒡吗？还是说一定要有这个梅子呢？蛮荒煮的部分呢，它一定要有牛蒡，然后也一定要有姜，对，一定要有酱油，有味淋。酱油跟味淋，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看节目的时候，如果可以知道说，蛮荒煮里面一定会有姜，一定会有牛蒡，还有味淋跟我们的酱油。对，接下来还有它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算是灵魂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豆腐。在选择豆腐的时候，有没有比较特别要用？比如说嫩豆腐啊、鸡蛋豆腐啊、硬的、软的，还有我们所谓的家常豆腐，还有我们的冻豆腐，哪一种豆腐煮起来比较适合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可以选质地稍微硬一点的豆腐，因为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做煨煮它吗？对。OK， 所以要耐煮的哈。对，好。然后我们稍微把它豆腐刻了一个形状。这个是刻出来的，我还以为是你的刀子不利的，然后切的有点歪歪扭扭，连这个也是刻出来的哦。对，就是要让虽然我们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食材，没有，我看起来一点都不普通啊。对，我们就要让它的价值感这个可以提升出来。对，就算今天没有选用日本的下巴，我们买一个台湾的，假设五仔鱼好了，一样用这些食材，我们一样可以把它做出很高级的料理。对，好，赶快来看，因为等一下在呈现上面一定也会让大家非常的惊艳哦。对，那我们先教大家刻2个红萝卜。OK。对，一个是这个，那一个是花的形状。对，那我们先把红萝卜修成长方形。
然后在这2个面的中间是，轻轻的划一刀，大概划多深啊？大概1/4就可以了。1/4。对，不用划到一半，1/4就好了。然后斜角。哦，斜角进去把刚刚那个挖掉吗？对，没错。我很有概念。哎呦，它就呈现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凹陷。对。那刻的东西为什么要刻？就是让它有立体的感觉。然后再来，我们刻这个东西，就是希望它每一个面、每一个角度都是一样的，它看起来就会很工整。然后接下来呢？都是这样子，就是一折都是3个。对，然后刻完每一个面都刻完了，然后之后我就翻过来，就是这2个上面下面也要刻。对，就是一样，跟刚刚的做法一样。现在的那个模型技术也做得还不错，大部分的对，模型砰一下就出来了，对不对？对。可是要临时需要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刻得出来。然后，因为我们待会需要炖煮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就尽量切稍微有一点点的厚度，待会在煮的时候不会化掉。那第2个我们来切花，那我们先拿一个圆柱体的红萝卜，我们把它切成5角形。尽量每一个等份都差不多，对，然后一样，在它每一个面的中间，轻轻的划一刀，跟刚刚的做法一样。哦，只是说刚刚的那个雏形不一样就对了啦。对。好，刻完5角形之后，我们一样给它对半，它就变成一个平面的。可是平面的，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有讲嘛，就是我们希望刻的东西它就是要有立体的感觉，它整个是平面的，现在没有立体的感觉，所以呢，还要再轻轻的在每一个角度地方划一刀，然后由薄在每一个花瓣的由薄到厚，它就会有角度出来了，由薄的到厚，它就会有一个斜角，出来。哎，真的耶！对，就这2个有没有觉得差蛮多的？对，这个就好像说这个有立体感嘛，就感觉那个花好像有那种动的感觉嘛，对，像风车一样会动。像这个就平平，就很像我自己常常在画图，感觉那画都没有那个深度。没错，就是没有那个厚度出来。对，那我们就开始来先处理我们的下巴。那我们就是现在要去鱼鳞的动作，那我们就是会用削鱼鳞的方式。好，这个下巴呢？削完鱼鳞之后，我们就划3刀，轻轻的划3刀。是。老师，我觉得它这个鱼的下巴好像肉特别厚哎。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烹调。OK。那日式的门烘煮其实蛮简单的，滚水的部分我们就稍微给它汆烫一下。好，就这样就可以了哈。那我们把它，还真的是稍微，对，真的是稍微。好，那这个时候就下我们的酱油，对，大约4汤匙。好，再来味淋的部分，大约是2汤匙。那就陆续下我们的姜，还有我们的，都一起下去哦。对，没关系，香菇。好，加入我们的水，然后我们的脆梅，还有我们的牛蒡，然后再来是下我们的豆腐，然后再来是糖。再来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的麦芽这个就是所谓的水麦芽其实在国外的这些超市都有在卖水麦芽，大约2汤匙。原来日本他们就是在做这个蛮荒煮的时候会加这个水麦芽，难怪他们真的烧出来那个鱼头就是有一点倍儿亮倍儿亮的。对，没错。那现在
它看起来是就像汤，就像水一样。那待会我们会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那就是我们可以转火稍微小一点点。老师，那要不要盖盖子呢？在煮这道料理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不需要盖盖子。对，因为如果盖了盖子，我们需要浓缩的时间会变得更长，那搞不好肉都散掉了。对。那我们这个面已经差不多了嘛？对。然后我们的豆腐跟我们的香菇也差不多都入味了，然后可以先把它。所以这些材料是要先捞起来的。对，我们先把它捞起来。脆梅继续丢下去煮没有问题。对。姜应该也留着吧？对，姜也留着，没错。然后牛蒡也是留着。那我们先放旁边，然后我们把下巴稍微翻一下面。对，然后我们继续给它炖煮。哇，真的酱汁快没了耶！对，它现在已经非常的，就是冒好多的那种大泡泡出来。哇，真的好亮哦！原来这个麦芽糖是这么好用哦。麦芽糖不是只用来做什么糖果拿来烧菜的时候呢，它就会有这种亮度出来哦。就是我觉得这算是最天然的东西啊。对。好，所有的东西呢，我们要重新再给它摆盘。对，没错。好，之后老师那个梅子不摆哦。梅子也可以，通常我们是不会摆。对。那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酱汁啊，就是把它的装到我们的。不仅有光泽，而且粘稠度也够，因为它这个酱料一定要扒附在这个鱼身上啊。对，好，接下来还有接下来，我还以为要跟观众朋友说再见了。还有2个东西，就是它对，刚刚切的很细的这个姜丝哦，哇，摆上去之后变好漂亮哦。就整个变得非常的有朝气哦。那这2个因为是最主要的摆盘嘛，所以不需要任何的酱汁。いただきま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我们在饭桌上跟做饭给我们吃的人说，谢谢你的款待，真的是辛苦了。刚刚看到天恩，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啊，你都可以感觉到。好像只剩下呼吸的声音，就非常专注，所以这样子的一顿饭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的感恩哦。希望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同时呢可以学习一些饭桌上的礼仪。今天非常开心，天恩来跟我们分享了这样子经典的这个日式创意料理呢。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天恩再到节目跟全球的观众朋友分享这么美味的料理。也谢谢观众朋友对厨娘的支持。我们下次见，天恩，谢谢你，谢谢。